大家早晨啊！今日係我行程嘅第5日，琴晚喺巴士上高過夜，由納斯卡出發至到阿雷基帕，揀咗車尾，冇覺好瞓。我先搭 Uber 去民宿放低咗行李，今次係喺阿雷基帕會住2晚嘅。我揀咗 Los Angeles Airbnb。呢間民宿嘅大門口咧唔係好顯眼，要行1層樓先至上到去。但一入到去，原來裏面都好大嘅，有一個寬敞嘅大廳，仲有一個自助餐區，公眾沖涼房都好乾淨。整體嚟講，住得都幾舒服。我今次訂咗1間房2張床，空間都夠大。地理位置更加一大優勢，行去武器廣場只係5分鐘左右，超級方便。而武器廣場附近就係旅行社嘅集中地，行幾步就已經有好多選擇。對於我呢種鍾意即興嘅人嚟講，真係好理想㗎。今次我報咗2個團，第一個係市區半天遊，第2個就係聽日嘅 Coco Canyon。參加半天團之前，我趁空檔喺武器廣場周邊行下，感受下呢個白城嘅氣氛。午餐之後就正式出發啦，集合地點喺廣場後面嘅一條街。我哋坐嘅係一架開篷巴士出發㗎，幾有 feel 下。架車喺市區穿梭嗰陣，沿途望出去成條街都係白色嘅矮樓房，冇乜高樓大廈，最多都係2-3層高。呢度真係對得住白城呢個名。第一個站去咗阿納瓦拉瞭望台，呢度可以一次過望晒成個阿雷斯帕市，背景仲有米斯蒂火山同埋其他2座火山，真係打卡嘅熱點。跟住導遊就帶咗我哋去食雪糕，但味道真係唔錯喎，值得推介。之後又上返個開篷巴士啦。跟住開車去 Vista del Sila， 即係火山石工場。由市區出發到火山石工場，要揸一段山路，沿途風景同市區完全唔同。呢度其實係一個露天石礦場，周圍都係一片白色嘅火山岩，場面好壯觀。礦場入面擺滿咗好多大型嘅雕刻作品。有啲係半製成嘅石像，有啲係建築裝飾，就咁放喺露天地方，任由風沙吹蝕，感覺好原始，好有工業味。你可以親眼睇到工匠點樣將一大嚿火山石慢慢嵌出形狀，再雕刻成細緻嘅圖案，成個過程都幾震撼㗎。因為嗰嚿石真係好大嚿，用手去處理真係唔簡單。成個廣場望落去好似一個戶外雕塑展覽館咁，但冇玻璃圍住，冇標籤介紹，就係最真實嘅製作現場。跟住最後一站去科羅拉多山區，嗰度有個峽谷，地貌好似美國羚羊谷咁嘅。呢個山區唔算大，但係景色好開揚，紅色嘅岩石對比藍天，影相出嚟效果一流。如果有時間，真係好值得慢慢行，細心睇㗎。喺山上高處可以見到一啲壁畫同圖案，似係古人留低嘅圖畫同記號。成個團嘅女導遊好盡責，全程用西班牙文同埋英文雙語講解，照顧到每個唔同嘅遊客。雖然琴晚巴士過夜瞓得唔係咁好，但係見到呢個景色都覺得值得嘅。半日團就喺呢度完結啦，返到武器廣場附近解散，食完晚飯買咗一啲生果就返民宿休息，因為聽朝凌晨3點就出發去科爾卡峽谷，好期待啊！今日分享到呢度啦。聽日再同大家直擊科爾卡，拜拜。